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7月17日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有線電視上關任務第26屆金獅獎公布入圍名單，中嘉寬頻3館王雙主青表現相當的好，入圍7項大獎，展現情景地方關注公共議題的成果。由文化部主辦的第26屆金獅獎，今年中嘉寬頻3館王雙主青總共得到7項入圍，包括市民新社入圍公共論壇節目獎，朱麒麟秦碧純入圍朱麒麟獎，角落裡的熒光者入圍德灣關懷節目獎，倆影陳信義同時入圍倆影獎，南靖時光入圍地方文書節目獎，虎城紀實入圍專題報道節目獎。另外，3館王有線電視也入圍創新服務獎。在未來南山公墓的部分，我們是覺得說，我們是會適度的去做一個開發。其中，市民新社長期聚焦公共政策甲地方議題，持續建立民眾甲政府對話平台。角落裡的熒光者透過人物記錄，看見社會無同角落的生命故事。南靖時光深入探索台南文史甲庶民文化，虎城紀實以深度調查方式關注城市治理甲營造發展，透過影像呈現地方上真實的樣貌。除了節目內容得到肯定，3館王有線電視今年也入圍創新服務獎，結合複雜宣導、人員風險管理以及在地諮詢服務，持續打造打擊民眾需求的數位服務。恭喜得獎者！中嘉寬頻3館王雙主青表示，將持續親近地方，關注公共議題，透過新聞甲節目記錄地方發展，也期待在今年金獅獎各種佳績。台南新聞綜合報道。導遊風波持續延燒，台南對原本無學校營養午餐受影響，已經轉變做21間學校有使用問題油品，加上導遊流行甲業者清單攏也未清楚公布。議會國民黨團成員就召開記者會，要求衛生局增購檢驗中心的食安儀器，並強制建立通報制度來保護民眾食的安全。
獨有事件持續延燒，機會國民黨團成員再次強烈批評，第一時間教育答覆無學校受衝擊，不過教壇已經產生3間傳承業者用過問題藥品，有21間學校營養午餐受影響，加上中央官員教壇無人道歉，竟賣講要落台，後面將印象上深的，竟然就是唔通食雞排。議員借此嘛是要凸顯台南衛生局的檢驗中心的專業設備甲人力監視不足，要求添購食安儀器，定期主動抽檢，鎖定食安風險的空窗期。看後邊查出來，10幾間的廠商都用到毒油，那這些毒油吃到小朋友身體裡面造成的所有的傷害，到底他都講誒，什麼人要來承擔？不是別人家孩子吃都死不完了。講這句話很心痛，這麼多小朋友，我們教育局、我們市政府給他們的是什麼？是營養午餐，還是讓他吃毒油長大？咱的囡仔、咱的某囝、咱的世大人的健康，敢是任何一個行政官員下台可以代表這一切嗎？這個才是百姓所要聽到的哦。我們是不是呼籲我們的市府在這個方面提升我們的檢驗量能，不管是在我們的儀器設備以及我們的專業能力方面去提升。我今日重點就是講，愛買，莫改成咱台北大家攏輸人，攏是人報人咱個知。啊，即馬我甲你電工對解，像較早講國中無半斤，我即馬佫走出來。對此，衛生局強調，目前查到的公布教導及檢驗中心是中央甲地方分工，要整個儀器除了需要品管、考量產業的成本，也需要中央同意，敢將詳細評估。今天建置7600的成本，我要再去收別人來做，別人也不會給我做，別人會去找6500的，不會找7600的。那所以這一塊的話，感謝議員們的指導哈，後續我們會再來評估。會中教育嘛回應，在油品事件也未完全查清楚進程，請學校暫停選拔中聯等中下游廠商的油品。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2026將軍號8月1號、2號將在咧將軍漁港登場，市府17號舉辦宣傳記者會，公布第2天亞洲卡數，由台語歌後孫淑美甲性感女神安心亞佇將軍號舞台頂懸合體表演。舉辦嘛日第15檔的台南夏日音樂節將軍號，已經成為南台灣指標性的夏季音樂品牌，不僅惠顧人氣歌手，更結合在地文化甲濱海觀光。每年攏慶大批樂迷雕像，台南市長黃偉哲歡迎全國民眾做伙來將軍，感受夏日音樂節熱情氛圍。我們8月1號、2號在將軍漁港的地方舉辦南台灣最大的音樂盛事將軍號音樂節。那大家知道啊，這個台南的西海岸啊，就是北邊的地方哦，事實上有許多值得你一來再來探看的景點，包括我們北門如這個。扇形北門的井仔腳鹽田，將軍的扇形鹽田，以及生命樹，還有我們將軍漁港的海鮮，以及我們七股的這個西湖，都是讓你流連忘返的地方。8月1號、2號，其實將軍號從1場變2場，從再附加添加了這個煙火秀，所以呢，歡迎大家一定要來。今年演出 cast 同款是星光閃閃，包含孫淑美、安心亞。還有黃偉晉、公館青少年、阿 Kiss 美秀集團等人氣歌手甲樂團接力開唱，預計將再現一波夏日音樂熱調。包括黃偉晉、安心亞，包括孫淑美，還有包括美秀集團，包括公館少年等等第一線最棒的這個演出團體，能夠讓你非常享受一頓非常好的一場非常好的音樂饗宴哦！歡迎來到將軍號。黃偉哲也推薦民眾品嘗將軍漁港現撈海產。早時走訪濱海景點，暗時曬着海風，欣賞着精彩演出甲煙火，視覺、聽覺甲味覺一概滿足。也邀請全國民眾把將軍號舉辦期間安排一撮台南濱海小旅行，聽音樂、吃美食、看美景，留下上難忘的夏日回憶。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亞大廈舉行國科會大眾科普實踐計劃，參與佇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辦的2026軍行台灣週，
電池藻類微生物、燃料電池、水循環再利用等成果，並安排多項活動體驗活動，帶領民眾認識綠色科技安怎應用氣候變遷實踐永續發展。利用微生物分解廢水當中的有機物，製造出燃料電池。台野大學持續推動科普教育甲永續教育，甲國科會太空中心參與2026軍行台灣週，規劃永續生活園區，介紹科技安怎應用佇咧氣候變遷、資源循環以及綠色能源等議題。藻類我們把它放在陰極，利用藻類給它陽光、太陽光的作用產生氧氣。那陰極部分就是厭氧污泥，它會產生氫離子，然後中間陽極陰極中我們有一個氫離子通透膜，氫離子會通過去，那電子從電線上面走下來，會經那個電回流，就產生電壓、電流、電壓。那我們電壓大概是為大概150到200的微安培。透過這個展演的方式，讓不同年齡層，然後讓學生、讓民眾都可以很深刻的去了解我們做的這些前沿的科技跟研發，它在生活中的連結以及對環境永續的影響。把困難的科學知識變做人人攏會當理解的生活體驗。台野大學展現佇咧環境教育、綠色科技以及科普推廣的成果，同時提供一系列科普體驗活動，包括溫室效應、碳中和、再生能源以及永續生活等重要概念，提升科學素養。現在大家都認為說節能減碳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從共生藻類的培養，然後從這個永續資源的利用，可以讓大家知道說，其實科技是可以帶動我們現在科技未來的發展，讓大家生活得更好。科技不只是改變生活，更是守護地球的重要力量。台野大學透過科普教育，糾集民眾甲科技的距離，和永續不只是口號，而是每一個人都會當參與共同實踐的生活行動。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推廣在地傳統文化，南區喜秋圖書館將在7月18舉辦展覽陶家特展。曾經連續6檔參加台南米展傳統工藝甲立體造型類比賽獲獎無數的陳碧清老師，這屆受到南區公所的邀請，在喜秋圖書館舉辦展覽陶家特展，展出的作品有陶家、剪黏、甲黏土的作品，總共30多件，其中有台南米展傳統工藝類得獎的作品。做16歲就是我們台南最主要的成年禮成年禮的那個典禮就是做了16歲以後就變成人了。還有呢，這個就是雞合家歡就是我公雞母雞帶了5隻小雞合家很歡樂。還有呢，我們是龍生九子龍生九子的這個都有入那個台南美展。陳老師早期跟翁婿創業，為了疏解工作的壓力，一開始是學繪畫，同時嘛對雕塑有興趣，甚至開始學剪黏、陶藝、高知識甲人形的黏土等。我們的剪黏它是我們取材於花瓶，把它打破做成我們想要的成品。那個膠紙陶呢？是我們要用那個像那個陶土膠紙陶的專用陶土先做完作品，低溫燒，第一次燒完，我們在第2次的時候加上它的釉，再第2次燒，這樣子。它的區別是就是在這一邊，剪黏都不用再燒，我們就是花瓶好已經成品了，我們把它打破，就把它粘上去我們要做的作品裡面，所以剪黏是不用再去燒，就我們給它貼上去就好就成品了那個膠紙陶是我們一定要用膠紙陶專用的粘土他們的陶土去
去把它做好，再去第一次燒完，燒出來的時候就白白的啊，白白的時候我們是再跟釉，那個釉的話，各家都有它自己的秘方啊，顏色也會不一樣哈。日本的人形的粘土哈，它是不用燒的，它直接我們把它做起來，因為它這個性質是它可以，我們做完以後它不會塌下去哈，它就成型了哈，就可以了。那陶土呢，我們要做完以後，我們要在高溫燒，才能燒出作品出来。粘土的顏色哈，是我們用亞克力，有時候用那個油彩，好去把它發揮它的那個色彩。陳碧清老師除了對着藝術創作有興趣，另外嘛登記到佇社區推廣藝文。本身也閣是現任車寮關懷協會理事長，希望透過這屆特展，互黏土、剪黏、甲着陶藝等手做的溫度媒材作品，互年輕的世代會用個感受到傳統文化的底蘊。這屆展覽從今日起到9月13，歡迎喜愛藝術的民眾會用個踴躍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高雄市西營畫會會員聯展今年度以烏水溝傳奇作為該畫會的藝文盛事，同時該展覽嘛進一步甲烏水溝傳奇影視 IP 進行跨界合作，互台灣的開台歷史文化以台灣的形式，互少年世代認捌。高雄市西營畫會烏水溝傳奇的畫展佇高雄市會場場，議長龔如成嘛親自到場留地開幕。這場由現任理事長張瓊華規劃，結合資深甲新生代藝術家所共同展出的畫展，展現毋驚艱難打拼的精神。接着這個藝術返鄉，去回顧澎湖的歷史，因為歷史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啊。對。哦。喚起大家，我們先民在澎湖艱辛奮鬥的過往。開幕活動除了藝術作品，更結合傳統文化技藝、踏涼傘的表演，以及影視 IP 跨界分享交流。今天呢，來到這個黑水溝傳奇的畫展呢，我們透過呢這個文化藝術的一個激盪，用遊戲、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呢，做一個全台文化教育的擴散。這擺高雄藝術展覽不只是藝術創作的交流平台，透過遊戲創新的學習模式，讓少年一輩用趣味的方式認識台灣歷史、深化文化傳承甲世代連結。台南新聞綜合採訪報道。由台南市社會局指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辦的跨縣市青少年交流比賽活動“台南青旅機動計劃”17號在後壁高中熱烈登場，吸引來自台南、高雄以及嘉義縣市將近600位12歲到18歲的青少年參與。願 CRC 與我們同在。來自台南、高雄以及嘉義縣市的青年學子，以分組合作的方式挑戰各項闖關任務。在遊戲中學習 CRC 兒童權利公約精神，了解兒少權利的重要性。透過寓教於樂的活動設計，不僅提升參與感，也提供青少年一個健康、正向且具教育意義的暑假。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少年朋友今天來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然後透過益智活動，然後還有團隊合作，然後來這個刺激自己的大腦，也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兒童跟年輕人是我們將來的指望，但是這個過程裡頭，我們到底是在減少他們的力量，還是增加他們的可能性呢？我們相信每一個人有稜有角的個性，增加了更多元的一些能力以後，他們會更有辦法，能夠更圓融的融入整個大環境跟世界。今年活動以玩科學、動權力、創未來為主題。融合科學實驗、互動體驗及團隊挑戰，
讓青年朋友在闖關過程中激發創意，學習團隊精神，也從實際參與中深化對兒少權利的認識。來到這邊的話，我可以看到攤位前面都有貼那個介紹兒少公約的一些條文，然後在活動開始之前啊，又有宣讀一些，比如說像支持兒少什麼的。然後這一場活動下來，我覺得我就是可以更加認識什麼叫 CRC 兒童權利公約。開幕儀式的時候，主持人有去介紹 CRC 的那些原則，然後前面有一些開幕式的表演，然後邀請的也都是青少年為主呢，還有什麼電音三太子，我覺得蠻新奇的。然後像是現在的話，也有台南一中還是佳琪高中的學生，然後在表演。然後整個活动會場是有科學闖關活動，然后主要就是圍繞着以科學為原理知識基礎，然後還有說以認識 CRC 原則為主的活動，然後可以讓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就是不分年紀都可以去更了解這些東西。台南市社會局指出，透過跨縣市交流競賽，不僅促進公司部門攜手推動青年培力，也讓青少年在合作互動中拓展人際視野，建立自信與責任感。未來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將持續辦理多元培力及志工服務活動，打造更多青年參與與公共事務的平台，陪伴青少年發掘潛力，勇敢逐夢，為未來累積更多成長能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位於當地基廠的親子遊樂園，預計8月8號正式開幕。唔但保留鐵道的歷史特色，也閣打造30多項遊樂設施。也毋過地方希望未來開放時間會當閣較久。台鐵機場親子遊樂園目前工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高雄市長陳其邁宣布，將於8月8日正式開幕。公園處則表示，占地約1.5公頃園區，規劃30多項遊樂設施，包括高雄首座雲朵彈跳床、破浪騎乘場、高空纜繩和戲水區等，同時也保留台鐵舊機場特色，打造兼具遊憩和鐵道文化的全新親子空間。台鐵機場現在已經接近完工的階段，那我們這一次呢，也配合整個暑假，預計在8月8號開幕。那也會帶外加一些活動，那裡面在台鐵機場裡面也有非常多適合各年齡的遊具，希望說能夠營造一個最舒服親子的空間，那它也是採半露天的方式，那一部分那也會配合相關的，包括台鐵的舊意象。那以及有一些像類似這個攀繩或者一些可能會比較耗一點體力的一些遊具，那裡面大概有30幾項設施，那包括小朋友、年輕人還有老人都可以到那邊玩。那比較特殊的部分包括一些常見的這些秋千啊，還有溜滑梯等等。那裡面我們也有設置，就是年輕人現在比較常在玩的 Pump Track，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就是纜繩，一個高空的一個纜繩。那另外在全台灣也是應該是第一個泡泡的一個彈性的一個彈性網，這個在日本已經有了。那我們在這個遊樂區裡面也有戲水的設施，也都有設置。消息一曝光，地方民眾都相當期待開箱。園區設施豐富，將來渴望成為新的親子熱門景點。不過在地里長建議，暑期假日人潮勢必不少，希望開放時間從上午9點到晚間7點能再延長。另外每週休園1到2天，也希望能盡量縮短，增加民眾使用時間，提升遊樂園整體效益。就可以假日可以多帶小孩子去裡面玩，裡面有很好玩的地方，很期待哦。總共有30項，免費哦，全部都是免費的哦。袂歹啊，水啊，加一個景點啊，讓帶阿孫的來行行的啊。若開好做歡迎哦，來會當帶那孫仔來親子遊戲啊還要玩安尼啦。不錯，如果說那個開發那一塊地然後做親子公園很好。8月8號這天大家都樂見其成。還有它那個開放時間8點到8點應該會比較好。至於它那個說每週休1到2天要做器材維修，我是覺得它那個休息時間太過頻繁了。你說小孩子暑假每天都會來運動啊，你這個
器材剛是新的嘛，我是覺得不需要那麼頻繁來做維護了。公園處表示，營運時間及休園方式仍在最後研議，將兼顧安全維護與民眾需求，讓這座全新的台鐵機場親子遊樂園真正成為高雄親子休閒的新亮點。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1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況比較危險，小心一點啊！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
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